同我講清楚，咩叫做買咗呢一度買樓啊？你以為買棵菜咁隨便咩？媽，我做功課早幾個月，刨資料刨到穿窿，我先敢落訂呢一度。你信我啦。嚟，我哋邊行邊講。嗱，買樓第一定律就係 location。中山買房鎖定主城區最穩陣。簡單啲講，主城區就好似香港嘅港島同九龍。不過城區裏邊各個區都有唔同嘅特點。嗱，石岐咧係中山嘅老城區啦，人民底蘊深厚，但同樣都比較舊，新發展空間有限，比較適合習慣咗呢種生活嘅老石岐。而東區咧就好似中環，商場、寫字樓、吃喝玩樂乜都有，幾適合後生仔打拼。西區呢，製造業同物流業聚集，適合短期居住或者過渡多啲。至於南區，尤其城南片區，有好多公園同綠地，住宅密度又低，擁有獨一無二嘅絕版生態資源。而且佢嘅交通啊、配套啊，同東區一樣咁方便，人口又冇咁密集，更適合居住同埋養老。你講各區嘅特點咧都幾清楚，但係咧我哋嚟養老嘅，梗係想揾個又就腳又舒服嘅地方啦。係啦，我選城南咧就係因為佢係城區養老 No.1， 係最中心、最便捷、最豐盛、最生態嘅地方。佢唔單止係4大主城區嘅幾何中心，仲有博愛路啦、南外環、105國道3條城市主幹道穿過，去石岐三寶掃貨，東區行街，西區麥德龍買餸，南區逛樹木園，去邊度都係幾首歌嘅時間。咁方便嘅生活，全中山係城南先做得到啊！中開高速連接深中通道嘅唯一城區出入口都喺晒呢一度，一腳油門直通深圳、香港。嗱，唔想開車仲可以搭中港直通巴，勁方便啦！仲有啊，以遠洋天鑄二期為原點，3.5公里範圍內，商場、公園、茶樓多到數唔晒啊！博愛醫院、中醫院呢啲3甲醫院就喺附近。中山人民醫院仲有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，港式全科加3甲專科，夠晒穩陣啦！呢啲先叫做真配套，唔係得把口噶。最犀利嘅係，佢喺城區裏邊唯一休閒生態集中地，擁有絕版嘅生態資源。粵港澳大灣區唯一嘅城區型森林公園就喺附近。呢個城市綠肺正過住半山啦。正宗大王，往返香港又方便，都幾啱我哋。係啊，我之前咪睇過幾個盤，但係同遠洋天鑄真係冇得比。呢一片背靠五桂山，係中山嘅黃金走廊加豪門區，識貨嘅人眼光都一樣。嗱，你睇呢度差唔多成萬尺下沉式會所，大到離譜。靈感話係來自安萬酒店，仲要係中山首創。落個樓就可以打歌，做個尖，練瑜伽，直情好似住喺度假酒店咁爽。而且買樓梗係買新唔買舊，呢度係中山新規後嘅產品，萬和係第4代智慧住宅。簡單講就係贈送率高到離譜，實用率超100%，戶型遠超之前嘅產品。交付標準仲去到5000蚊一平方米，大概464蚊一尺，可以話係豪裝嘅天花板。工程質量更加係冇得頂，經常搞工地開放日，俾業主親自驗樓，將透明做到盡。買天鑄就係買放心。聽落又幾有料，個會所同埋啲裝修睇落真係幾靚。仲有阿媽，政府規劃咗超50億打造金鐘湖度假區，到時就好似有個小長龍喺屋企門口咁啦。嗱，未來呢，仲有森林野生動物園、馬術文化主題公園，呢個片區好有 potential 噶。嗱，講多無謂，帶你出去行圈，睇下咪咁受腳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樹木園，距離我哋大概咧就600米嘅直線距離。佢仲同金鐘湖古香林公園連埋一齊嘅。朝早落樓吸收下新鮮空氣，精神爽利。如果行公園太齋，仲可以去尖園睇下嶺南園林，或者去百年橋鄉曹邊村睇下碉樓，感受下歷史文化。係喎，第時帶埋你爹哋過嚟，唔知幾開心。行咗咁耐，肚餓未啊？帶你去飲茶嘆世界啦！中山美食咧，同香港同根同源，
唔驚食唔慣，友善、荔園農都呢啲都唔錯，下次都可以試下。飲完個靚早茶，係時候行下街消化下啦。我平時嚟中山咧，就好中意嚟呢度買嘢嘅。真係同香港行街冇分別。哇！啲生果又靚又平。係啊，想行街買衫睇戲就去利和廣場或者月形新城。想打匹克球或者保齡球咧，就可以去 VV Park， 一站式吃喝玩樂，抬腿即達。跟住落嚟去邊啊？嗱，媽咪帶你去綠野仙蹤食下啲特色嘢。哇！呢度嘅環境闊綽又舒服啊！係啊，呢間綠野仙蹤係間好出名嘅生態餐廳，啲粵菜好有特色㗎。行咗一日啦，感覺點啊？傑仔啊，你今次咧功課做得夠晒足啦，分析得清清楚楚，啱啱俾個大大嘅 good 你，獎勵你食多啲啊！哇，咁多謝媽咪。衣食住行又方便，片區發展又有 potential， 最重要係返香港方便。我哋揾咗好耐，就係揾緊呢一度。係啊，又舒服又他條又方便，真係冇得彈。未來呢，就等爹哋媽咪你哋慢慢 enjoy 啦。